2025澳人齊賀國慶世界步行日歡樂跑10月1日熱烈開跑。上晝8點，特區政府喺金蓮花廣場舉行升旗儀式，為連串慶祝活動揭開序幕。升旗儀式之後，行政長官岑浩輝主持歡樂跑活動起步禮，參與者活力開跑，現場氣氛熱情高漲。本次歡樂跑全程約3公里，不少市民同團體趁住國慶假期齊賀雙慶喜悅。哎呀，好開心啊！都係開心，好開心，好喜悅啊！係啊，佢可以同一班朋友一齊參與啊嘛，又係國慶節咁樣，係啊！參加呢個國慶跑就好有意義啦。就係首先就係慶祝我哋嘅國慶啦，其次就係鍛鍊我哋嘅身體啦。都幾好嘅，好有氣氛感，尤其係升旗嘅時候咧，好有氣氛感。仲有咧，一開頭跑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好盡全力，好享受呢個活動啊！呢個比賽對於我嚟講係最有意義嘅長跑比賽，因為會刻名。國慶節快樂！國慶節快樂！祝國家越嚟越強大！祝大家國慶節快樂！